阿囝互你招哦，这敢好？哎呦，白骨先生呀，我干那这个独生查某囝尔，讲实在的啦，我也是唔甘甲伊嫁出去啦。啊是讲哦，是恁迄个后生太有我缘咧。啊，这个条件也是阮查某囝提出来啦。啊，恁倒位若肯来互阮招，阮阿用的就要答应这桩婚事。好。哇，阿爸，我看这份的婚书哦，恐惊比顶天搁较为难呢。你这个地点啊查某，不是啊，你这个地倒来的查某囡仔，啊，你安尼讲什么话啊呢？你会讲这什么意思？哎呦，下官总的啊，你着面对现实啦。那倒位做人，你也毋是毋知啊！你要叫伊娶恁大小姐吼，哎呦，伊着考虑咧规半半呢。你搁叫伊互因招哦，哈哈，迄绝对无可能啦！啊，就是讲安尼吼，倒位安尼拄仔卖也毋卖也毋，所以阮党嘛才亲身来要来拜托你。是啦，啊，咱大家若有啥物困难吼，都听我坦白讲啦。啊，是讲恁若想要趁这条媒人钱吼，恁都爱小可用头脑咧，去说服倒的，安尼毋则对。是讲咱这个当娘太太啦吼，你可能无了解我拜骨的啦。讲正经，我拜骨的算影总管线走来走去，啊叫阮后生互恁招这，互我足无面子呢。我吼无啥欠咯。你小想看卖啊，阮党的引导是火上的，迄钱存甲会惊死人，你知无？迄我跟你讲，恁囝若讲互阮党的，安尼做竞赛，互招着，迄当阵恁囝就互你倒党的呢。恁囝倒党，迄当阵你叫什么？你敢知？我毋知。你著高速线，毋是5分仔线呢？高速线，高速公路的咯。迄当阵你要爱啥都有啥啦。大哥咧，咱这下官总的哦，迄讲了哦，足实在。人个有钱人咧，好呀，人个千金小姐咧，甲恁对结婚做翁仔某，迄是三代小好友哦，才有这个机会呢。啊，哦，娶的啦，招的啦，这拢嘛共款，哪有啥物关系？好啦，莫咧逼，这代志吼，互我小考虑者，讲要这代志考虑免考虑啊！大小姐，你来，请坐。其实哦，叫恁倒互阮招，迄是阮妈咪也逼我的呢。我毋是咧消袂出去啊，凭我这办的吼，白酒客安尼正手沙倒手沙，凊彩沙赛嘛比伊较好。我甲你讲啦，3工互你宽难，3工你若无回阮的消息哦，时到就取消啊。阿勇啦，这是你未来的大官，对人讲话唔通安尼无礼貌。妈咪呀，代志都还袂讲清楚的。若要爱我吼，有分寸的用意啊。等代志若讲成了，我自然就会照起工。好，安尼对，迄大小姐你讲得有理，对，这算起来外人，唔免安尼。好，我等下考虑代志看安怎吼。你讲啥？高速线。我会互你消息。我你慢行哦。妈咪啊，怎？咱代志吼，都爱先甲人讲互清楚，看伊就行，敢若袂输我要去告伊。当你若继续安尼吼，我的行情会拍歹。好。以后我知影，唐总的啊。下官知。啊，刷落去要安怎做，你知影？是当署长，我下官完全拢知影。当署长，大小姐，请慢行。来，运来行，唔通跋倒呢。你要嫁安那吼？你着爱好好做，知无？我知。大小姐就爱做迄落型的哦，骗人咧唔知影。哎呀啦，爸，杜哥哥，若嫁予伊个恰查某哦，后摆日子一定足歹过。小妹啊，你嘛三百较少咧，咱即摆要共趁媒人钱，你搁共对吵。哎呦，无法度啊，我看袂过，我会要讲啊，不过心肝头就艰苦啊，伊个恰查某伊就用哦。你哦，好啊，恁两个渐渐啦，爸伫遮恁安尼你讲啥哩啊？当你是你紧张啥物？第一点啊查某，我第一关啊查某，当毋是你要嫁啊，你紧张啥对无？来，歹势，头家，这一张吼，拢总12万。这吼就是阮董事长吼。特别要来甲你感谢，这媒人礼啊！媒人钱啊！但是这张12万吼，期限是3工，恁就爱知影。3工哦。这个婚事若做会成，这个12万照领。但是若做无成，12万哦，跳票不拉票。放心啦，下官总诶，我保证3工若到哦，绝对哦袂互你哦，从这女票甲我跳啦。安尼真好。哥哥。
你是拍算去参加厝，要甲小了才加班哦？食饭啦！好啦，食就食啦，啊，袂输干那叫魂咧，啊，洗一个身躯，唔免化妆化较缘投咧，啊，直接，啊，哎，我食糜配酒粿啊！食好咧，啊，你食饭啊？好啦，食遐歹啦，来，我过，紧，哎呦，哎呦，拢定来食这个罐头，这食了丢癌呢，这较营养。来，恁客气，哎，恁这口罩今日传这个菜来，我看，嘿，唔知有啥物代志哦。啊，我知啊，煮这青草一定可能恁兜啥物人做鸡的款吼。你好白讲，你哪有在咧做鸡？你讲遐实在，你讲你莫来乌白受去啦。你会记咱今仔来目顶呢，什么钱贵，对人来较软呀。歹势啦，杜哥哥，啊，就算唔知，迄啦，阮兜做鸡，阮老爸啦。不是，阮老爸伊生日啦。啊，专工吼煮只青菜要请你哦。煮这青草要请我啊！哎呦，啊，规口罩搁捧这菜来，嘿，我看你唔知有啥物企图。哎呦，无啦，哪有啥物企图啦？好啦，来，对啊，我讲今日来哦，这就是要来甲你开讲啦。开讲，我知影有啥物代志，你做你一定直直讲，啊讲我了解，要若无吼，恁还袂讲，我绝对会见到的。买啦，哎，阮哪讲你哪食，安哪听啦吼。嘿，对啦，哥，啊，因遐尼生意吼，你就甲食，无食哦，拍算咯。食啦。安尼我哪食，你哪讲，我哪听。你哪食啊？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哦。诶，人等于讲这为人主治啊吼，啊这道理你知影？我知啦，为人主治效的意思是做人的囝儿对士大人一定要友好。对。诶，那安尼先哦，那恁阿爸哦，啊要求讲你做啥物代志，你是毋是会带？啊，阮老爸啊，伊就是年纪较大，所以我才定甲伊拍拉凉啦。其实我拢甲伊滚耍笑啦，我惊人大人无聊啦。啊，事实上哦，咱做人的囝人一定要友好嘛。所以阮老爸啦，讲啥物代志，我绝对会答应的啊。你偌到讲这个听享受，安尼才有生活啊！安尼好。哎爸，你讲这话口气我听出来哦。今仔日因这口罩捧这菜来，可能你知影因有啥物目的吼？讲目的歹听啦，这来意思是讲吼，叫你去嫁互我嫁。要欢喜哦，规项两口婆婆倒，安尼好。叫恁后生嫁人哦。嘿啊，啊，我高囝你叫我去嫁人哦。啊，你讲这代志哦，安尼哪会用的？诶，对啊，以后哦，恁阿爸甲阮这口罩哦，以后会食情拢你啊呢。哦，你的意思讲叫我去互因招，互我家招，啊，你听趁没人钱，啊，阮老爸嘛叫我做好嫁人，因请嫁就对啦。这代志那是赞，但是我死都袂答应。